好啦，各位觀眾，你哋依家睇緊嘅係地球板塊嘅形成過程。一開始白板塊同黑板塊係無分彼此黐埋一嚿，不過兩塊板塊碰撞得多都會出現合久必分嘅自然現象。分裂嘅過程入邊仲會噴發有害嘅毒煙。分開之後黑板塊又忽然發現自己好掛住白板塊，最後從頭白板塊嘅懷抱重新黐埋一嚿。睇完呢段咁神奇嘅自然現象，大家可能會想問啦，明明呢期洗米華都黐實洗米數噶啦，瘋狂重拾昔日愛火，以為 Mandy Liu 已經銷聲匿跡噶啦，點知佢哋又現身啊！今次係有讀者陳先生喺英國時間上個星期六呢，喺倫敦第一豪宅區嘅荷蘭公園入邊嘅雪糕店前面野生捕獲2個人。阿陳生就話啦，當時佢哋2人世界冇帶小朋友，亦冇買雪糕，只係 shopping 完拖手行公園做運動。仲話當時洗米華打電話把聲好粗獷下噶 ，Mandy 就做一個等得嘅女人。2個人吔完煙就行咗去公園嘅薰衣草花圃繼續 sweet。至於地下嘅煙頭應該唔關佢哋事嘅。唉，其實 Mandy 話晒都幫洗米華生咗個女，又點會話甩就甩啊？有傳 Mandy 同洗米華世紀拖手之後，Mandy 有火速喺倫敦陀第2胎，搞到洗米嫂死心搞離婚。不過就有傳洗米華唔想離婚噃，近期落力箍煲，想向齊人之福啊！